乡亲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新历的8月17，旧历的6月28，礼拜一。新闻的头一条：出外勤斗倒粪扫，修行人找机会来逃走。这是发生伫台南民德外野的家角。一个59岁受刑人，顶礼拜五到螺丝工厂撞课，趁着倒粪扫的时阵来逃走。业方的人员下晡到工厂要来载人，找无人，马上通报警察局斗找人。加长工发现讲，伊人伫新营要甲砸车，伊阁来冲撞着警察，也是去互走伊。这个受刑人是2013年甲警方开枪并战，互判刑6年，今仔日煞来逃狱。阁由事先串通好的情某开车来接应，警方即卖还阁咧抓人。警察车约这台乌色轿车，向这台乌色轿车减速，警察车甲弄一个蛇头，煞来阁继续走。警察车嘛蛇头继续入，伫一个小路的边发现讲已经变去的乌色轿车驾驶已经走去啊。驶这台乌色轿车是59岁姓连的受刑人。8月14，伊伫螺丝工厂做新趁倒粪扫的时逃走，敢是又翕到伊最后的影像。伊走离开工厂的时，哪走过哪滑头，惊讲有人用。大呢回走去，这个姓连的受刑人是伫台南民德外野家角服刑，迄日刚甲方到工厂去载人，发现讲无看人，随通报新化警分局来找人。8月15伫新营找到伊的人，想袂到讲砸车的时，伊阁驶车要弄警察。本分局对轮胎射击2枪后呢，翻车连险丢下前机逃逸无踪。业方表示讲，姓连的受刑人伫2013年1月，甲警方发生枪战，互人掠去判6冬。今年3月申请到民德外家角，目前已经服刑6成，是1级的受刑人，逐工拢会使免费。他是自主监外作业的收容人，所以他身份问题，我们是依法，我们是不用派员去做接付。不过，伊伫8月14这日天逃工，佮事先串通伊情某驶车来接应。伊嘛知讲代志大条啊，伫昨敲电话给警方，讲表示要投案，不过目前为止还未出现。警方继续咧找人，是讲伊咧家中表现得真好，是安怎要逃狱？这就要等到人到案了后才会知。即摆伊逃狱，恐惊嘛会断送伊假释的机会。